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สัพเพตัสสันติดันดัสสะสัพเพบายันติมาจุโนอัตตนังอุปมันกัตวะนะหาเนยนะกาตเยสัพเพตัสสันติดันดัสสะสัพเพสังจีวิตังปิยังอัตตนังอุปมันกัตวะนะหาเนยนะกาตเยสุขกามนิบูตานิโยดันเดนาวิหิงสติอัตโนสุขเมสาโนปิจจโสนาลปติสุขังเจ้าว่าธรรมะเหลี่ยมที่กุยเจ้าเก่งที่สีกองขุดกองตัดตะหลังไหลตัวที่จะเลยเสกันตัดตะหลังจินจักแก่สีอันลั่นใจหลังแก่สีลั่นพูดเองไกอย่าช้าอย่าไม่ไปผ่าหลังสีโบยองลูกขวาลูกเหลียลูกหลังเทสาจะเงาชูตูแล้วเหลียสาจะเงาชูที่สายเงาชูลังแล้วลูกอยากกุนจุยหลามหุ่นเงาชูอันหุ่นนอจะที่ขวาลูกที่อ้ายที่เลยหลามลูกที่หุ่นจะกิ้วเสียเดินลูกขวาที่นอจะกุยสังกูเอจูนเกี่ยกับกุยสังกูเอจูนนะเสียไหมอ่ะช่ำอ่ะลูกไหลสิกว่าแล้วลูกไหลสิกว่าเบสีแล้วเบสีอ่ะอันลูกขวาหัวอีเงาชูเอจูนก็เลยเงาชูตัวมันเอจูนso อันนี้เอาลั่นพูดเองไกโจอีหลังซีso จะเลยเข้าจีหังเดี๋ยวก็จีหังว่าตั้งมาเลี้ยมสุขกามนิบุตานิโยดันเดเนวิหิงสติอัตโนสุขเมสาโนปิจโสนาลปติสุขังอีกองตัดตะหลังไอควายลอกล้ำตัดตะหลังไอควายลอกกับอีเกาลันน่ะสิไอควายลอกนะลันยามิกาอะไรที่โจหลังซีอ่ะลันฮีบังกงลันเลยทันควายลอกสิเบอันนี้ควายเลยสวย所以今天这人啊，我被老抓，我家亲砰砰爬了爬这里面，那一希望我老抓一欢喜，这里是暂时的欢喜，不会来一真正靠，所以这边不大假那样子，这里是他妈我讲的有个念，就是正佛讲的话，这是个巴利话。所以今日我要讲就是叫做在家人的纪律，这在家人的纪律啦，咱人那是对紧这几项，唔使讲你来拜佛啦，点来暗来磕头来拜，如果你大啲厝你对这个几项，你是结尾是铁天顶的人，按这条我头他那讲就是安尼。有一日，咱要去大啲世间的点声，伊有观看。今日一个人名辛加拉，这个辛加拉的福气高。今日若是讲伊听了明白，伊个人会看到伊过罗汉，按伊调题就安怎？早起穿伊衫好时了，伊举伊捌要去讨食，了伊行过这个所在是这个。少年家，这少年家呢，大啲一个叫做大啲一个江边的位，叫做灵丘山那边，它起那边有一个江，安尼伊这个人少年家早呢，天光个6点安尼伊规身躯澹落，头
头毛本淡落落 ，and then 伊住伫江边安尼直拜，伊拜虾米啊？伊举手拜即个六个方面，东南西北，甲顶面天顶甲下底个骹落来，所以渐渐举手拜即个位，了佛看到伊，佛挖去，伊讲young man。到底你伫拜即个六个方面是虾米事？你伫拜虾米？了这少年家讲，迄时阵啊，我阿爸还未离开世间的念声，伊有甲我讲，逐日你都拢拜即个六个方面，咱你若是有影安尼做，我真正欢喜。所以讲，今日因为我爹叫我安尼做，我通啊逐日我拜安尼，拜叫做即个六个方面，东南西北，甲顶面天的位，甲下底骹即下底位。了佛就讲，听你拜即个六个方面，毋是安尼款的拜，安尼款的拜是毋对咯。了，即个少年家就讲，迄时阵，甲你知呢安怎拜即个六个方面呢？你会讲互我听好无？伊讲好，少年家，你若是要听，你好你坐了你听，所以佛坐伫即个马肚，然伊大伫涂骹，伊坐落去。伊讲啊，即个六个方面啊，你若是要知你。听我讲好，通下我听落知。头一项，伊讲一个人啊，若是讲伊有对了，伊若是讲有一个恶行，若是有，伊毋通做恶，四个款的恶，伊毋通做。第二项啊，即个四个恶啊。伊看来就要讲啊，毋通互即个死的兴起来，即个死的兴起来呢，人爱做恶。头一个伊叫你禁恶，毋通做恶。第二项讲有了即个四号款的行，主动你要做恶了，所以即个四号款的行，你毋通互伊起来即个心。第三项伊讲啊，你就要会晓这六条路。安怎样毋通讲四山去开累？所以你看真正侪人阁无明白。伊讲不了讲啊，着保死，着保死，着保死。所以不了无教讲，你着保死，直直开累开到你bankrupt，无安尼样。伊叫你讲，你着要会晓趁累，趁累了你毋通四山开。所以即个啊，通来讲啊。四个方面人做恶，四个行人有影做恶，即六条的路毋通去算落计伙。有了即个14项的恶，你是一个人正行咧甲即个六个方面。and then 到安尼，你听好我讲互你听。若是一个人有了一个今日14点的恶呢，离开世间，伊是100%天顶，大伫世间，伊本是真正快乐，所以脑斗的快乐。这个世间，你本是真正快乐，后世你是天顶的人。头一项伊讲啊，就是讲4项你毋通去做。即个4项就是当晚我念，毋通杀生，因为逐人真正惜命。伊阮鸟鼠，伊阮一只，伊人讲牛啊，若是你拖入去伫牛寮呢，毋是牛寮，拖入去要去抬牛的位啊。你看咧牛啊，高咧所在呢，伊个骹入了，伊莫入去了。因为伊人会味着讲，即个所在来着就是要死了，所以你看牛啊，有时吼，去到这牛的所在，太牛的所在，伊人吼，伊人准。但嘛我讲是鸟鼠，所以虾米物件本是像，若是讲今日若是人掠着我了，若要抬我，
我本会晓存，大人本会晓存，行大人行死。所以讲头一项，咱唔通去做恶，或是去害人杀害死人的命。第二项，莫去偷窃。第三项，教完了唔通去乱做。第四项，顾咱的嘴，咱的口业。讲起来啊，这个是五，这个四项啊，正是这个五戒呢。他们属于讲食酒伊无讲呢，因为一个人啊，伊若是食酒了，头一戒伊本来做，二戒本来做，第三戒本来做，第四戒本来做，所以伊才讲啊，实在路人若是讲过了这个五戒，你是真正稳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讲啊，这个杀生、偷窃、骗话，了邪淫，这个若是做落去了啊，一个人若是做一道了啊，伊垃圾有了，伊个爱做，直直去，直直侵，直直去，直直侵，到尾老不落去讲，伊老是老哦，这白屁鬼哦，这乱哦，所以名声本真正臭。大伫这边世间，名声真正臭。大人看伊来，大人讲，只可来咯，臭人来咯，臭人来咯。所以这个世间的点声，伊名声真正臭。死了是拢总是第一个事。这个是头一项。特别讲啊，这个人啊，伊若是做了啊，伊就要过小款的刑。有了这小款的刑，人爱做恶，这头一回刑就是叫做阿莫话叫做八小里地，八小里地啊，像我逐回问人讲，有时我当人话较无咩搞，如果八小里地是啥物啊？人讲西瓜沾一饼，逐项伊是伊的人甲了物件，所以这个啊，头一项是八小里地，伊心大细饼，沾咩挖一饼啊。伊个人是丢，伊有个人啊，爸母小囝，了人来讲，你囝偷摕我物件，了爸母我无问啊，伊就咩？你知我囝偷摕咩？就是，这就是要像讲西瓜沾一饼啊，伊个囝个了，了有个先生你本是像，你看若是讲囡仔歹了，囡仔歹有时拍了，了囡仔就去讲互爸母听。先生拍我，你拍到你这先生，了慢了久呢，行国家，所以这个物件个了就是讲，伊心一病啦，伊囝定就丢，伊某定就丢，伊亲情个了定就丢，所以这个叫八小里地哦。我不要讲，我讲是啥西瓜的食一病安尼啊。第二项人要做恶啊，圣地，这去圣地了啊。人为人的身体直直起直直大，直直起直直大。愈会晓吞忍啊，伊愈看愈吞忍，伊愈会都本有安尼款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心正恶毒，甲这个叫做伊身体真正强。第三项啊，伊戆做，伊讲对无对我唔知，我吐死直直做。第四项，因为伊惊过头了，伊做这边我讲互人听一项，心头一个是心，这西瓜食一饼的，我讲互人听一条的故事。你看咱的佛啊，伊离开世间，走出去家庭，放下伊某，放下伊某了，尾来啊，这个伊某的歌名దేవ达达。你话到尾来啊，坐善了有心动力，了伊讨到佛讲，佛时阵你老了，你变身了，你唔免做佛了，放互我做。所以这个女啊，一个是查某，一个是后生。把伊的阿爸呢，真正惜这女的，and then 伊说尾来伊说尾来啊，伊渐渐顾跟我的囝，我的查某丢，我的查某无做，我无做虾米唔对，虾米事，伊就离开我的查某了来去一巴。
伊无欢喜这边。第二项你看，我的囝要讨要做佛，伊卖好，所以认佛。and 伫这边啊，伊就是讲啊，是心我这边。and 你知安怎做？伊要伫自己人请佛，去要去食请的时，伊做王，伊徛伫街路。坐伫街路，也到伊坐，伊个平尾甲了扎咧路，卖互佛过。and 佛无袂通过，要去食请，到甲遐边袂通过，袂通过了啊！伊调伫派一个叫做伊个人去听看佛讲虾米话。and then 伊人去对佛去听。咱佛看袂过咧，伊挖到对，伊笑了。啊，咱讲虾米事佛时阵都笑。伊讲啊，即个人，因为今日伊查我，伊今日过了7日后，伊离开世间，伊死。因佛阁无讲话，伊阁讲啊，别日伊死呢，大伫个楼顶落来一个楼梯骹面伊土壁。and then 伊挖落地嘅，and then 你看伊徛伊个条人讲，哼，伊渐讲安尼，你看有当时佛那讲错话，and then 伊就到甲7日的时，住伫楼顶，房间锁起来，达个门现来问甲你讲，我若是出来房间，你的工课就要拖入去，and then 一个甲了隆重就住伫。伊佛就即係咩？咱的即个王伫头尾啲房间，食啲房间，隆重放就隆重啲房间位个咯。伊问甲你过伊门，特别毋多第7日的点声，伊的即个王的家庭，伊的宝贝笑了弄来弄去，即弄来弄去了，就安怎做？下底真正乱，你住伫房间听了安怎咧乱？所以伊就强咧门后头问甲你，伊撞去要去看咧，看虾米事，因为伊是王，伊惊讲无听到别个国的王来拍抢伊王殿，所以撞出来，啊！因为下底真正乱，伊问甲你要拖伊入去房间，煞拖倒出，噗落伫个。楼梯骹的位，而且楼梯骹你去在迄个门本是伊人也走了，特别迄个门按照弄来弄去，拍到转来接落去，然后在啲楼梯骹咧逃避，等伊吞落地基会起来，挖一落地基。所以伫这边就是讲，伊心挖这边，常常讲我的囝着，我的后生着，我的查某着。所以这个就是讲，把小你地拖伊落地基。个第2项的一个啊，人气圣地落地基。这边本是佛的点声一个，有一日目犍连落来，早去讨食，咱行过一个山位，伊看到一个乌龟，咱你看到乌龟伊笑，咱个一个和尚问讲，满地虾米事你笑？伊讲他听啊。到佛的面前，你才讲，你问我了，我才讲。了有人去讨食了的时食饱了的时，伊人去伫佛的所在。咱位朋友问，满地大妈安怎你点无点笑？伊讲我大妈我笑啊，我看到一个乌龟啊，头壳是蛇，下底规身躯是人，你看伊规身躯火直起来。烧伊头壳，咱有当时你看伊头壳出火，要烧伊规身躯。咱佛在伫边啊，佛讲，蒙古人咱看到这个乌龟，我在伫这个4月15谈着觉悟时，我有看到安尼款的乌龟，伊的身躯大，几若枝头的大，安尼看着安尼啊，伊讲我若是讲互人听，一个乌龟啊。算枝头的大，伊的头壳是蛇，身躯安尼规身躯伫倒火。我若是讲人无相信，人落地狱。特别今日蒙古人咱唔看到，他那我唔看到，他那我才讲互你听，
虾米事件日伊会谈着安尼款的上久，了负责讲，即个人啊，住伫即个加沙巴府的尖声，较早一个府呢，不达加沙巴府的尖声，伊真正，伊是做贼来。做贼来了，特别向边啊，加沙巴府的这府友一个呢，真正得到了起暗，起的暗啊，伊起一个暗啊，一个房间叫做烹茶的房间，伊起一个叫做烹茶的房间，互咱的府去住。所以一日啊，这个好家人过，伊看到一个。大啲嘅厝骹为一个人，规身躯涂埋个了。即个好家人过，伊看到即个贼囝呢，了伊家己有个人看到物件，嘴本所讲，哼，规暝但都是做贼，则来偷去伫我嘅厝骹呢。迄个贼就听到安尼，伊大想讲无欢喜就渐渐笑，伊无看到我做贼，伊敢嘴安尼讲，我做贼，了伊个身地直起了就无点伊想啥物啊？我要安怎来办呢？你知无？这贼尾来啊，去伫个厝，伊个牛，伊个这牛啊，也都剁伊个牛骹，几若只牛伊剁伊牛骹，无做半项，甲大家都剁伊牛骹。咱你看，剁了也是无人咧，就一个好家人讲剁嘛去剁了啊，即上个剁了伊，上去改死尔啦。咱你看，哎哟，我剁伊了，伊个无怕插，伊烧个厝，烧个厝本伊占无占也无问讲一烧虾米，伊个修整个厝，修整了看，我伊个无讲起红，所以。尾来讲啊，安怎要做，要互伊真正够热，我要做甲300亿起升地，所以安怎做？伊去做朋友甲伊一个好家人的厝，伊讲互伊故里听，你头家真正输甲虾米物件啊？在伫世间，我头家啊，伊真正输甲迄个佛庵，伊起一个佛庵啊，迄个房间佛大的，伊系烹茶个了。安尼啊，要就安尼呢，安怎做？交伫帮我烧咧佛庵，了佛的内面有只衫，咖啡啦，只虾米，伊牙茶泡破了，伊烧规个房间。迄个几百千个物件，伊烧了不要紧啊，伊转看这好家人安怎？这好家人就看到伊房间就烧呢。偷伊看了啊，掂的，尾来煞笑，哈哈哈！那人问讲，虾米事你个笑？伊讲啊，看啊，你看一个叫起个烧了啊，无要紧，看啊伊烧了，我阁有一个机会，通来做好，我阁要起个上安尼个，所以扣也，互咧暗扣好时了，再查派了做扣甲了好时，然伊阁起个暗。去咧暗了，伊要请佛来住这个房间的时，伊讲哦，佛世尊，今日我想开幕这个房间互你用。你讲唔知倒落一个人对我真正无欢喜，伊渐渐伊占我的牛几若只的骹，了伊来烧我的厝，他那我甲这个人呢？本是来烧这个房间，然今日我来修整个了呢。今日我要回向这个功德，互伊赚这个头功德，我无起哄。我就咧赚咧大一边啊，实在伊早咧多来讲，若是讲啊，伊若是。礼貌我要夹刀签的是，特别看到哎哟，这个人个好我嘅功德，就安尼讲惨了，所以跪落甲这好家人讲，哎呀，这是我错，我渐渐要做甲好你起哄，了如果无起哄，如果本咧功德好啊，他让我回唔到，
等未来啊，一个贼囝讲啊，下无我人红食个啦，甲我的囝拢总成做落路财甲10无间，伊讲无需要。你去贪食落路，了我这个功德我分互你，所以你看，未来伊死了，伊落地狱，无间地狱，无间地狱起来了，他那这个佛的点声，伊伫做恶鬼，未通做好个，了唔知嗰第时个要才会离开这个苦海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讲，伊人啊，过伊圣地上歹。直直来就是直直会吞论伊如人，所以人啊咧，红食家路本是上，论伊如人咯，啊，所以这个本是咱的明白。第三项啊，有的人啊，戆做，这个戆做本是真正无效果，这戆做啊，伊唔知虾米应该做，虾米无应该，咱虾米无应该物件，咱唔通做。所以这边本是一条故事。咱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有伫个点声，点无点一个，伊是出世来啊，伊骹无骹，但伊有两只手，伊日暝点安怎做啦？伊真正搞，伊摕一个咩？伊啊，啥人的这手啊，用加了伊安怎做字，会有这禽兽。咱用的点声，伊摕一个啥咱叫 elastic 安尼，伊安怎做？安怎翻了？若是你要拍虾米物件，随本会死的。咱你看，这个人安尼搞，伊会啥做这 elastic 啊？你要叫伊讲掂这个物件，伊会掂着准，了直直啊，前面有一个王，这个王点无点啊？伊有一个回响。真正食甲卖啊！了王甲伊讲一句呢，伊讲咗百几句，咱王就会到这个会上，逐回甲我若是甲伊讲话，伊袂讲爱啊是卖，伊正着要讲到几百句啫。伊讲啊，下无你会做互我讲啊，我若是伫甲伊讲话，了伊喙若是无响啊，你举只垃圾，了我互你摇屎一粒，了你翻了。伊个喙在开的是剁一粒落去，一粒了我听个翻，我一粒剁落去。伊讲我会做，逐粒准的。讲好啦，伊互伊一个咧，我想大安尼坐样势。所以看啦，王甲伊讲话，伊直直切夹，咧这边直直翻，规红的这个样势伊食个了，买来呢就王咪讲。要使你食个了一个咧，了你通来会掂的。把你只请讲，哎呀 ，I'm a busybody 啊，就伊说掂。所以因为伊掂了，王讲，你看我的家事甲我的这个回想甲安尼乖，所以像这个无骹的人啊。死的根本，伊讲死的根本，互你生活伫遐边，所以这个好嘢，这个什么好嘢人去，所死的根本。咱一个人就冇听过，哇！这个无卡面呢，一本谈安尼好嘢，了伊就就去教这个人讲，无你教我这功夫，伊讲我未教你，了未教你，特别只靠徒师要学呀，徒师要学该康啦，慢了。直接讲去甲这个无骹的人去斗骹手啦，脱骹手互伊啦，踢点脏液换下滚水互伊啦，做个甲伊真正好事咧。讲哎呀，他那无教本袂使，伊日来，毋是讲有神路徒师点来，所以买来伊教到买来只可以学生们真正教了。伊讲你本他那真正准了，会了会去参食了。特别你要去探食的时，我要讲互你听。你要做个人，你袂使做互死。你到了一个人啊，伊有阿爸有阿嬷，你唔通做伊死。若是无阿爸无阿嬷的，怎讲？你袂要紧啊。
所以只看学功夫啦，这要找物件要来猜看，找来找去找无，看到一个回响，这个回响是不接不得，把这个不得来。伊讲只看就无阿爸甲无阿妈，所以摕只话就翻，噗，这边入，这边出，随这回响一知要死了。然后伊走，伊然后就安尼以后行动力飞去一厝，等伊死。安尼险病的回人，按照这回想，今日无来讨债，走去看，伊本对去看了啊！伊看到一个人死了，伊看我咬哦，安尼快了，扑了伊死了。这人讲一路做啊，伊讲死，人拍个伊死。拍开死了，买来伊来出本是出事做乌龟，伊落地基了起来出事，就无间地基，咱来出事做乌龟，所以这边来看，你看到这个个了，安尼样的告诉我，所以这个就是讲伊这个就是讲伊这个戆做，所以真正济人讲。不要紧啦，莫去听经啦。伊人讲戆做，戆平安，唔通安尼想哦。如果这个物件，你知无啊？有一条经不得讲这个天热，了大人要出就要动者了，你才走。你若无动，你袂使出。伊讲你天热，你若知讲热，你动者你走，你袂着疼红啦。特别有个人伊唔知讲热，伊讲你特别摸伊一下了才会使，伊讲摸伊用手勒落去，烧甲扑下个了。所以讲这个戆做是戆大贪，所以这个就是讲伊用 stupidity 戆伫做。第四项无惊惊过头来做恶。惊过头来做恶是安怎？你看前下句我捌讲这条经在伫这边，这个拍金的人，红某甲囝去在大日伫报时，咱迄个点声伊伫报时的点声，一日这回响来，伊看到这回响来，伊压这回响的八去报时，特别在压到这回响的八了拄好王压一粒。珍珠真正大粒，伊讲，这个王叫我拿这个珍珠来，叫你讲做一个手指，伊会办，伊讲伊手大，你怎样做互伊？咱这个人安怎做？伊手拿咧珍珠，下底的桌顶，叫人家拍金的桌顶，毋是悬格，伊有一只叫做有一只鸟，饲甲真正乖。咱伊只放诶咧物件了，伊就去去走骹去磕背吼，这回响。咱佛教的是伊这磕背的时这个鸟看到这个珍珠，伊有拄好大伫后尾伫太湖，伊手有这个血，咱伊见到咧珍珠，咧珍珠有淡薄血，所以这只鸟看到这个珍珠，伊煞吞这个珍珠落去，就吞珍珠落去了的是，他等伊牙出。吞珍珠落去了的是，他等伊拿出来这个盘，看，把珍珠煞无去，所以安怎做？伊问这个人，追来无？来问这回想，但嘛有人来无了，我下一个珍珠伫这边追摕，这回想唔敢讲，照吞，要是若是讲落去。一个拆体无人来，这个安怎去倒落？了就惨，这个个是王的物件。若是讲吹无就叫王站我头壳，讲我贪心，他那现在安怎做？所以拍这个回想才得到有人体了有地，了问讲敲开上股敲无？直直拍，你唔知你手指倒落头尾倒落，直直拍到尾来这回响，拍到规身流血，凹出来血了就是，暗暝虾米事伊就才惊讲伊唔识命死，互王抬死，所以安怎做？
拍到你回上流血了。只看到你血，你只看到你回上吹屁血呢，伊来痛，伊来痛你血，痛你血啊！伊啲身体啲起了安怎做啊？伊用脚踢一只鸟，就踢到佢噗，昏之间正昏。and then 你看，伊冇咩？你看到你身体起，回上无安全，你本直接拍，看到你脚你烧到半死，看到你拍死了啦。and then 就回上就听讲死了是无？死了啦！你要做啥物？死了啊！你去看有影死无 ？then 伊人讲死了，看到你死了，佢哋脚吞落，把你来一睇看了有影到啲那边。特别非常我拍个流血了、配血了，然后伊跪落写无罪，写无罪虾米啊？转去到呢，伊讲我听讲伊就拍了，万一久呢伊死了，伊是死过罗汉，到就安尼样死的人死，伊死伊落无间地狱，伊个某一直球唔通拍。伊冇去天顶，伊个囝本是伊个囝去好个所在啊，这只鸟所来出事伫这边，所以你看一人甲人的因果，伊今日啊，大家日来报事，伊惊死，要伊拍一个回响，特别你看伊报时的因果去倒落啊！伊报时因果，伊摊下落了无间地狱，白日出来无间地狱，伊要来出事，要来做咬的回响，因为伊报时的功德还未熟个，所以人看有当时伫做好的点声，有时魔来砸咯。这个魔来砸是对虾米啊？伊家己故事你做唔着，所以今日负起这项来阻碍着伊，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人伫做恶事，伫这个四项呀，西瓜伫食一饼，第二项啊，真正紧，第三项，伊常常做，第四项伊惊死。落来有佛个讲啊，这个看啦头一个是四项，第二个四项，看啦第三项的你不得讲。有6条路，人应该就要过夜计会，你无过夜计会，这个6条路，好嘅人本变丧，所以这个6条路啊，佛有教，贪累你就贪累，但比你就要开，这条唔通开，然后这个6条路，头一条路是啥物啊？唔通去渐自己咁食酒。渐食酒，你头一项人若是食酒啊，伊自己咁累头一领红。你知无一个人，伊若是讲渐要食酒啊，伊有累啦，伊想到我会买一个白，半个白。他那我听讲一支布兰迪，我知我有成久我有一个老的 old man 啊。自己要食一支布兰迪，他那一支唔知偌济，唔知偌济啊，偌个啊，唔知啊，百几块，看布兰迪咯，很难死哦，真正贵哦。所以头一项啊，伊若是食酒啊，伊渐破财，渐买累。有了虾米累啊？伊唔是烧个累啊，会买几个白。你看为惊啊！因来趁着累本是上，你来互伊一箍银啊！伊看你累，伊唔是看纸字，伊看你无对几关会高。所以这个是头一项loss of wealth。第二项啊，一个人渐食酒啊，伊自己咁暗沉。其他路自己咁加路个人，你人看那是一个老人住伫厝啊，日暝渐啉酒啊，规间厝正乱的，暗沉的了。所以这个第二条啊，人食酒啊，
伊会刮热心，真正搞搞咯。第三项，一个人呢渐渐食酒啊，伊自己间爱着病。你知无？这个酒啊，食久了买来啊，咱会肝歹。你人要看，咱的肚肝啊是红红赤赤，但比人要看有的肚肝伊色像甲咧老烤皮的色。nutmeg liver， 这个就是讲肝歹了。虾米属于歹？就是讲酒做来这肝歹问题。第三项、第四项啊，一个人若是渐渐食酒，伊真正袂晓见效，袂晓见效虾米啊？虾米本伊敢做？第五项，伊这个本是袂晓见效，但伊袂晓见效虾米啊？伊3颗律本伊无拍插，你人要看有当时食酒醉了啊！了有时你讲话了，也 especially 若是讲有个查某啊，伊若是食酒了，人教路抽个3颗路来本只那伊行去啊了呢。所以这个叫 indecent exposure， 这是第5项。第6项，一个人若是渐渐食酒，伊这记忆无虾米好，人总是酒伫作乱的记忆。所以你看这6项啊，不大讲啊，头一项你唔通食酒，因为你食酒了，你有这个过这个6项，这6项就是生理解会，自己咁爱教路教人。第3项，你渐渐爱有病；第4项，你真正无庄严；第5项，你真正袂晓见效，3颗你无拍插；第6项，你的头脑想袂清楚物件，所以第2项啊，不得教，唔通渐渐讲暗暝出去行啲街路，行到半暝才转来。有个人啊，正来路的，伊袂困早的，所以逐日啊，马路10点、11点人要困了啦，伊马路才要出去行。And 这个是 roaming the streets at unseemly hours， 溜街路到半暝3、4点。And 这个啊是关系啊，有个人啊才来来讲啊，我关系了，我袂困早啊，我就要渐渐行到3点、4点马路我才会去困啊，困了不要紧啊，人早去，伊马路才11点、12点才要起来啊。所以这个阿毛话叫 night bird， 这个本是真正唔好。那有咧渐渐溜的人，伊去到路啊，伊家己无顾，因为你渐渐啲溜，人渐渐啲困，你渐渐啲溜啊，无人顾你，你本袂晓顾你家己。第2项啊，伊个无囝无人顾。第3项，伊个家伙无人顾。伊渐渐啲溜，伊到落去顾伊家伙无。第4项，若是福间，若是平安袂要紧，福间来有事，头一项人要掠伊，伊渐渐啲溜，唔知是你头体无，唔知是虾米无。所以第4項就是几粒仔无好事啊，人要掠伊，要嫌弃伊啊。第5項，有虾米事 false rumor。人四散讲路，人嘴爱讲路，只靠啊，日啦，溜啦，人的后尾路啦，四散行啦。咱第6項 ，he will meet with a lot of trouble。去到路啊，伊是真正无平安的人啊。咱逐季真正结束，所以这个是溜甲暗暝的人，伊有了这个6項。嗰第3項佢講啊 ，frequent shows and fests， 有個人節暝點要對，要看戲，要跳舞，要唱 K， 這個第3項。有了這個物件，安尼款的人，有個人啊，點對要看戲，要人哋跳舞唱 K， 這個物件要看。頭一項啊。
อันนี้คนในหลังอีจิตไม่จำเลยตาโลที่เชาบูตาโลที่เชียวเคตาโลที่อิมกังตาโลอุลังที่ปีใส่เจเลปีใส่หุเลอันตาโลอุลังที่ทิโถเจเลอิมกังเมกยาอันเตลักหังตาโลหลังจำไว้ที่พี่ใส่เจเลดำหลังทิโถแจสทิโถฮามิช่วยจำตุยเจเลยกกินเมกยาอันนี้ยาวอีโบก่ออีกากีเดซี่หัง indulge in gambling ก็เฉลยยึดไม่จำที่ปอกเจ้าอันเฉลยปอกเจ้าที่หลักหังโบโฮนาซีอีตัวย้ายสีหลังยีนี่ตัดหลังสู้อีจีหลังที่ตัวย้ายเจ้าตัดเลยสู้ก็唔知有臭相无，唔知虾米无。所以这个，伊那是也是人见的，然后伊那是输的是，伊好个无目接。第三项，伊渐爱跋筊，这个跋筊啊，你在达人跋筊啊，就要抽啊 tax 啊，人讲你进厝将跋筊经。แล้วหลังตาโลไหลหลังแสว่าหลังทิวหลังเลยหลังทิวละโซ่คิดใจรู้ไหนปอกเกี้ยวคิดใจสิสู้ไอ้ขัดเจเรื่อยขวาเติบกลับดูเขาเติบกลับมาใครจะสู้มีเลนอันเจ้ามีเลนตาโลไหลลองจองหลังปอกอันลองจองหลังปอกตัดหลังยาเนี่ยสู้ขี้ไหลอุสียาอุสีสู้แกะบ่อยขี้ไหลสู้ไอ้ขัดเจจริงๆเจSo actual loss of that isสี่หังนั่นสิขีตาโลคุยหวยจะเรียกปอกเจ้ากุ้ยตาหลังกงจะปอกเจ้ากุ้ยที่กองว่าหลังโบจับสิวว่า第五项一朋友甲一亲戚看水伊actually 那是你ปอกเจ้ากุ้ยแล้ว有时人ที่กองว่าแล้ว你本来参报呢讲只靠小鬼即係講是ปอกเจ้ากุ้ย嘅人你唔通去相信嘅話อันเตลักหังอีน่าสิเอาไปกาวเองจู่ๆไปกาวเองนี่ตัดหลังก็อีจะเลยเกี่ยวกุยแล้วว่าที่ว่าแก่น่าสิกาวเองอีว่าแก่มันจะช้ำไม่ใช่就หลังบ่ไออี就这类就是讲น่าสิ这类หลังปวดเจ้าอี有了这类หลักหัง唔通เขา第五項 association with bad companions ทำตัว朋友當中是亂來的朋友อันที่เล็กจะสิกงอีทำให้朋友ตากุยสิฮามีปวกเจ้าล่ะล้วนโจล่ะลิมจิ้วล่ะตีปูหลังล่ะจำอันนั้นอีล้วนโจเวลกินตีปูหลังอีกเวลกินวันเที่ยวให้สิ่งนี้อีมึงกาโจอันนั้นกุยลับอีไอคีเซ็งเต这类就是讲参着唔着朋友有了这类六項唔通去做咱第六項 habit of dullness 这类有的人真正笨蛋日暝漸愛笨蛋安尼款的人伊講伊漸吹咩上早講哎呀我安尼早我未做啦天太較晚才做แล้ว伊塗較暗較晚了看到我做特別未啦，上熱啦，上寒伊講，上熱伊講，上早伊講，上晏伊講。第五項我不到腰，第六項我喙大，所以伊只食上飽伊講，我上飽了我未做啦，聽睇，可以倒落去了我消化了我才來做，一消化就安尼困落去，咁晚才天幾才起來。所以安尼人你去教會都去如果是人講是家就食家己了。所以這個就是六項不到加工actually 唔通去做這個物件。了無愛做工啦，了應該做的物件伊莫做啦，應該做咩？無愛做工點樣？伊學
哈密都叫做伊这个花，迄个拖，这个分段，迄个分段，咱应该要做，咱应该要做哈密，咱会叫我逐个讲啊，咱人大伫这个世间，应该就要做好，若是无做好，后是无做人了。这个就是讲因果压迫咱哈密啊，有一半项咱袂使做，做落去地狱伫天台咱。有一半项咱着做，你来做落去，后归落去好诶所在。所以第三项，伊无想要去贪累啦。有了诶教会，有当时阿爸村诶教会，直直开，直直食，直直开，直直食，食到了尾来伊扑街，尾来伊虾米本伊会做了。第四项，伊无去找累来做要紧啊！伊有了诶，伊直直开，伊到路来无去找累来听啊，金山本骨会了。所以这个四项不得讲啊，咱就要顾。这四项来啊，分段做工，应该做诶物件伊莫做，无应该做诶伊做，伊无爱去贪累。伊真有诶教会，伊要开甲会了，把你才想讲啊，累了我才来去做工。伊所做诶物件，拢总甲了无也无食，因为伊分段过头了。所以伫这边啊，不但有讲 ，one is about the friend。我伊怎样讲？我诶朋友，and then 啊，拢总甲了是我诶朋友，and 拢总是乱做。正好诶朋友，咱要知 ，Who is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想讲有影我欠用，伊我来，这个我就要知，这是我诶好朋友。自己敢爱困，自己敢去乱，这高甜这个社会，自己敢加入，自己敢乱做 destructiveness， 但那么生人诶物件。这个安尼款的人，真正自私。有了这个落后款的人啊，不得讲，你闪开唔通去参，你若是参落去，越济本是了。嗰一项 wicked comrades， 自己甲真正恶毒，了ill mannered无家事。逐个讲话是错话，礼骂人，伊所行的路是暗路，伊无讲行直直大班入，伊行的路是后尾路，甲了是 wicked places 去。只有款的人，伊讲啊，即时伊是命苦，后时伊苦较大苦。落来伊个讲，你佛教。吹查某跳舞、dancing、singing， 跳舞啊，唱曲啦，关伫困啊，暗嗰啲分段起过啦，了所插嘅朋友是真乱来嘅啦，真正自私啦，这个落后款嘅人是真正大苦，伫这边摊啊，过了这时，伊人本是真正爱落地嘅。Those gamblers， 佛教啉酒、查某，甲了拢总 associate with wicked。伊讲这物件上甲是一个人过暗安尼啦，直直去直直暗，直直去直直暗，过了16啊，你过直直暗了。伊讲只有款的人啊，未来伊离开这世间啊，伊是失败的人。到渐伊安尼做啊，爱啉酒，伊是真正翘了伊无头路，伊见嘴干，伊见要啉，见要食，然伊欠人一年重，像个一粒水，像一粒巴肚沉落水，伊点落去。唔捌讲一粒巴肚沉落去了，伊会浮去顶面。讲少款的人是稳落伫地狱，就是讲啊，上甲一粒巴肚沉落水安尼。
了过一个少年家，伊讲慢了讲上热，慢了讲上冷，慢了讲上晏，慢了讲上早，上晏上早，了安尼款伊虾米不买做，有了机会要来趁钱，伊讲不要紧啊，互别人去趁头先啊，我较慢才来趁啊。这物件到你这个机会来，你无抢做。你无通食了，你想讲过要到对面来才来谈未了，所以这边佛有教，落来伊个讲啊，第四项你人要知，虾米是叫做好的朋友，虾米是叫做无好的朋友，你要知，虾米是叫做无好的朋友。头一项的这朋友啊，伊是叫 out and out robber。像个拍枪呢，日买自己干要叫你开啊！这个你买枪，那个你买枪，日买点点要叫你开啊！你拄着安尼朋友啊，你较早闪开较早好。你甲伊交关，你甲伊做朋友20年，一条20过伊无请你，但是逐项伊爱你请，爱你请。所以这个啊，头一个就安尼款的朋友啊。伊真正无客气的咯，虾米伊muốn甲讲啊？伊若是互你物件，伊互你担保，你希望讲，我互你担保了，你无互我担保物件，所以伊这边啊，有时伊互你少少物件，伊希望讲你互伊济物件。然一般时你若是欠用伊啊，伊无甲你斗骹手。伊若是甲你斗骹手，就是讲伊家己本有大人在来的苦，所以伊就到斗骹手伊家己。第四项，伊若是甲你做朋友，伊就想好好看，伊会食你就济，伊才要甲你做朋友。这个四号款的，你要知讲是叫做想拍枪的朋友啊呢。嗰就会拍枪的嗰就会朋友啊。无好嘅朋友 ，man who pays lip service， 嘴点点讲啊，我係 friend， 應該啊，成講，伊自己咁講啊，話你真正好啦，故事我聽你做安呢，然後從來你會做安呢，伊講緊了攏總是啊，前下古你真正好啊，從來你本是真正好啦，伊 ，and then 伊所騙嘅物件，伊讲嘴讲我会做，我会做，若是买来你叫伊做，伊讲哎呀，我说袂啥，趁下我袂做你了啊，故事我会做啦，趁下我袂做你。And then 伊大堆后面啊，伊出后炮你，所以这个四项就是讲啊，伊会吹的朋友，即吹的朋友，你本就要闪开伊。第三项。flatterer 上面，大啲你面前直直学路路，这个路本就要讲。你若是做唔对，就有看你朋友讲，不要紧啦，做了不要紧啦，伊啦 OK 啦。所以你做唔对，伊本讲好；你啲做对，伊本讲好。咱大啲你面前讲真正好，我朋友啊，伊就学路互人听。到啲后边，伊讲臭路，这个就是讲 flatterer， 嗰就好讲 a leader of destruction， 渐渐要来算，这个虾米啊？你若是啲啉酒，伊话来，嘿嘿嘿嘿，嘿嘿嘿，你食啊？你唔系叫我食，伊甲你啉一杯了不要紧，一杯过一杯，一杯过一杯。他等于抓二錢嘅未了。第二項啊，你若啲了嘅咯，伊本來係來甲你了噶你，你3點4點你無愛對，伊本是無愛對，所以伊本對你調。第三項，你若要去到你去跳舞去留作，伊本對你去，甲你對你去講。第四項，你來去跋筊，伊本對你去，所以對你嘅路甲了是。花仔咯，所以这个就是咱咧知讲啊，有的朋友是安尼好，有的朋友是讲无好。他那落来咱咪讲啊，好的朋友安怎样？不大有讲。
好的朋友啊，正好的朋友，本是四号款好的朋友，然靠一个 helper 就是自己敢要导龙，要导龙路的，然路若是你无小心，无顾，伊顾路家己，伊顾路，了路的家伙啊，虾米？像你无小心的顾你家伙，一本刀顾你家伙。了，若是讲你伫倒落的时间有冒险，伊顾你一个冒险。and then 有当时你欠用钱，你甲伊开喙，下无你借我1000块，伊讲够无？你甲伊借1000，伊讲不要紧啦，我会啊，我做会够啦，我互你5000。这个是正要导龙你的人，你买1000，伊敢互你甲5000，这个就是 helper， 自己敢要导龙你。第二款好的朋友就是啥物啊？你若是伫你若是讲啊伫。伊真正公开，像讲你虾米秘密，伊有虾米秘密，伊讲互你听，参详，伊参详甲你。然你有虾米秘密，伊收起你秘密，伊无乱讲。然你有事的点声，伊顾你条条。